了2球全比，我们上了什么瓜东西，还说冷的冷的，就把这个气球，哎，把等到那个气球的话就这样的玩意儿，什么瓜东西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我们的藏族选手热格登上场了，来自恩波格斗。哦，热格登的状态啊，是的，日军冠军。中了头上顶膝，刚好碰上了下潜抱摔，顶膝是非常的重，应该要被破掉。顶膝是非常的重。当心跳膝。其实现在在这场比赛一开始，穆罕默德给予热格真的几记低扫踢呢，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。又是一下顶膝，中间的脚力，热格真的防摔非常的出色，下潜抱摔很猛，非常的明确，想要把热格真拖向地面，或者把热格真。现在第一局的比赛还跳膝跳了，非常重，非常重，非常重。